各位聽眾，歡迎能到對嚟邊咧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真係杜蘭你點樣落啊冇落掉，所以我哋當今到對嚟佢就 try 佢個一擺，當然落啊看 number 有驚 ，OK number 有驚，就是好事啊 ，OK，這個禮拜咧，我哋咪講真係歡喜，我哋咪講食物件，確定嘅講成，特別當今我哋咪咁樣講咩啊？介特別訂就諗嘅介紹，但係你咪支持邊咧學嘅人誒幫嘢，你類似。面出嚟本嘢กันนะแต่ตัวเองน้องคิดเขาจะได้กองโกเป็นฮอกเกนในบางอย่างกองโกแล้วท่ากุยชุดท่าซาชุฮีน้องเขาจะกองโกเลยรู้เฮงช่วยก็แต่จะรู้โบชับรู้โบจูเขาไม่รู้แต่จะนี่ว่าตัวทันหนุ่ยso ที่สิอันนี้คนนั้นน่ะสิเป็นจีจีเป็นฮอกเกนด้วยใจคีไลแต่บ้านไรเป็นฮอกเกนบางอย่าเฉลี่ยไปไลจิตต์เฉลี่ยไปแต่จิตต์ตัวเองใช่อ่ะสิรู้เฉลี่ยไปไลก่อตาตัวแต่ก่อตาน้องจีจีแต่จิตต์แต่มันแต่สาวจิตต์ว่าเดี๋ยวเลยโอเคOK，講了是這禮拜要介紹曉樂啊，曉樂啊，曉樂啊，哈，按照你先安尼喊，你用你 internet 買啊internet 哈，你先成個特別嘅對嘅沙甸嘅講嘅入面嘅沙甸。曉樂，但係你唔係話你sign up 即係 topic 特別你咁滯 topic 是講咩話題啊？有你罵到冇一特嘅，冇，你罵到邊樣呀？嚇，你到邊樣到啦？幾好？到 K 你罵冇到 K 啦？拍電話嚟啊，得嗎？有啊，拍了啦。講了了，伊叫你困咯。忙啊！忙搞到啊！你是你買聲嚟叫？對 ，hello， 對，我同你講，我咪你上期講丁姐姐，伊講伊是海南人嚟，曉樂呀？嚇，你這邊是兩兩期海南講會多哦。because 我都是海南人嘛，嚇，所以丁姐姐我聽到咩啦咩，用海南話咩，對咯，笑，對啦，對啦，老闆好混啊！哎呀，好混，不對呀！對，OK 咧，OK 啦，但係講到呢，我介紹我特別嘅邊，唔是介紹我曉樂教我人嘅即禮拜聽講，講蝦米叫做是炒係咩意思呢？即炒就是講你自家食誒物件啦，什個炒豆腐啊，還是豆珠啊，還是蝦膏啊，你看物件炒嘅物件，可能自家。自然自家食，係咪按照款嚟？還是無自家咩使？無自家咩使講？明白我曉樂。明白，嚟啊！OK，你先都慢慢消化先。嗱，當然，咱學即個金培成你介紹啊未？未介紹咩？哦，夾邊啊？未個 OK。等陣我學錯女錯男啊，冇啊。別生嚟句咩？定住是錯男期啊嘛，所以別生是第先嘅咯。แล้ว個住，等我哋鬧嘅介紹起，啲鬧咪應該是金培嘅 VV 娃娃咯，VV 娃娃佢鬧嘅金培哦。VV 娃娃嘅鬧。OK，VV 娃娃金培咯，แล้ว曉樂本就鬧嘅，其實伊唔是鬧會鬧，一聽就估本嘅。定得係抹咩？先到聽下當劍啊！哎呀，我抹對嚟啊！等推嚟啊！你特別冚掉啊！你冚咩？一隻搞就冇聲，其實是講抹對嚟啊！我就係。有時個曉樂本是老椒咯，把油，把你個水老椒，把你被變老椒啦。把定住對本來是把個對對，哇！你做咩事拍鏡嘛？我聽到吱。แล้วก็ปีสัง是第先嘅咯。ปี生是最。ปีสัง是把你個 join 呢，見招一個就大力你拜個 join 呢？定住你拜個 join 呢，咁配嘅搞呢，定住你拜個 join 呢，往解按照拍鏡。不，按照吹個 friend。我忘記啦，伊是三支。今朝個拍個燈啦冇，睇咩三支？第三支。開三支啊？講是三支誒？三你查甫做一個。三你查甫。有人知。係咩意思？我冇明白。呢啲嗰啲是一明白一下嘅。冇咪拍。我拍電話。我拍個拍嚟。哦，你寫咩人？別生你寫咩人？你寫你問個講咩話？學緊話是講好話寫咩？係林話。別生你嘛？別生嘅嘛是曉樂嘅嘛？
買物件？落成嘛？有落嘅抹啦。哦，有落嚟嘛？哦，想比生，林白拍好啊喎，只見林白。你叫佢款。你爸咯。林白風好啊？我都冇愛困啊。係咯，唔是話個車呢？係啦，佢揸車咯，就是講佢幫我背機，我聊啦。係咪你嚇？哦，林白冇咩 join。We thought about stinky food. Don't be 懶事嚟講。OK， 得。攞乜隻佢臭豆腐喎？我唔係喎。酷也比咦我把隻有地去台灣啊，有啥？嚇隻臭呀？嚇？比外卡個臭。係一隻臭誒，一隻臭誒。煎啊是一味素本只臭了誒。一臭是只香嘅臭呀。唔是是伊放了邊啊一桶啊，你行過你本死啊，免等你真你就已經夠甜啦。成個嘢。哦。比較啥？你係安怎我一個 experience 啊？等陣一陣講，但我俾拍電話林白，冇睇佢講我爛事爛樣。林白，林白哦，聽到我未？講未講一個無聲。看佢講，你話看佢講話阿咩啊？等我 check 下。You are on air, Mister. 你看到伊點嚟啲咪，特別無聲。Hello。有啊嘛？嘢咪牌啊！有了啦。OK。誒，你live 先有看片未？林白。有。OK。歡迎啊，林白是錯人喎。來卡佢剛剛好冇妹。你是咩人？阿咩位人？Penang啊。Penang 到一個。Batu Fringhi. Fringhi, wah, hiking. Miami Green. Oh, Miami 係咩？哇！好嘢人啊！會咩？嚇？好嘢人啊，你。冇。OK 啦。唔係冇誠意啊！冇唔是好嘢，係烏雷人。哦，烏雷人。咁樣冚啦，冚啲物件冚啦。係咪咁？烏雷一使冚了物件。哦。嚟。OK，林白。講我嚇。你個主講話就咁。林白，你打電話講話是教人，跟你福建人講話。我諗成日是自己講自己爽啊，老友。林白哦。係啊。你是唔是聽到 live 嘅聲？你是唔是冇可能聽到 live 嘅 feed 啊？你 confuse 你聽內聲係咪啊？哦，是咯。係啦，live 嘅 feed 嘅冚戲，我講你 live 嘅 show 嘅冚戲，你看 video。對，等。我了解冚戲，未怪事。冚啦。當然較好啊，未聽到我人講啊，都未聽。未怪啊，聽到 blue 已經係。OK 啦，我成日都揭笑佢。我成日都拍電話學你即係學落嚟嘛，計講。哦。我去美國啊。阿光係夾咗。當佢唔是講阿光喎，當佢講臭豆腐。哦，幾嗰啲。阿光冇臭嘅。不知。臭阿光不知佢講。阿光乜？未當啊，講嘅啊，凊彩啊。OK，肯定後頭講，等陣 OK，但係諗下先話題，當你揾人嘅話題，一直是林白是參事，伊唔知往講咩話題啊？你知往講咩話題啊？知啦，臭嘅物件。你第時嗰隻臭嘅係咩？乜嘢條嘢啊？我知你黃布袋。黃布袋我本嘅。我咁咩都瞓住啲我未當要。對。幫曬冇啊！幫曬路 video。冇唔是幫曬流掛，幫住本無邊咯。流掛冇必要俾生講。冇，你就冇仔嚇，你做嘢，你 storm 出嚟嘅，我估係未傻嘅。哦，是啊，我唔係。我同你講。
我唔捌嘅嚟比嚇。食無不帶，未使整三擺三節。咁佢講咩？未使整三擺，哦，未使整三擺。做咩事咧？做咩事咧？臭無不帶嘅。就是咯，就是林伯，就是講啦，林伯講只是臭。正三拜乜嚟就係大家你保護嘅個喂，就會食不帶。冇得比掉啊，就做事比掉。係，尤其是另外一半冇暑假，嗰間未使食。哦。我是想講，那時刻你嘟嘟冇你食 ice cream 嘅時候嚇，嚇你食出來就知啦。咦媽，就你都食不帶嘅。馬要，係咪馬要你講咩？我唔知你講咩。我要你講咩？冇咪正。不過大媽咁配講正三拜，未使正三拜。我講正三拜冇可能未使嘛，因為保護未 complete 嘛，保護冇味料嘛。你我講那時刻就是食 ice cream 你就知啊。哦，就係我講過流都就會食帶。哦，OK，我就講食 ice cream，我而家就時候都講食 ice cream，我不帶 flavor ice cream 咩？咩？啊，對。誒，我頂住對馬來西亞話就不帶，但係 Indonesia 是 actually 就不帶。好了咯，喲！特別我嘅其實人去，所以冇人比掉，我幫住就跟你講比呢。誒，特別我冇講就 strong 嘅，actually 我去 Indonesia 食 AB 冇講。哇！誒，啷個在另外一項物件都是一隻是無炒嘅啫，特別啷幫就是炒什麼 asparagus，上在羅孫。咩？羅孫嚇？咩？羅孫冇味。嗰隻啊？咩？誒哦，一人講。B 生。啊，我會食到咩？你冇味嗰啲椒嚇，你把這個味嗰啲椒嚇。你一個另外隻物件就是上架幫我哋拗嘅啲味啫。你是你，不，你另外一項物件上架羅孫嘅可能啦。要打你咪叫你啦，快味啊就這嘢啦，免打你啦。你啊，冇，嗰另外一個就是上架即係羅孫嘅可能物件好當照啊，會炒味嘅就是橋。咩？嚇。橋。橋啊，唔是咧，唔是 Penang Bridge 就係哦，唔是 Penang Bridge。係咧，係你能唔能食用豆腐啊？eggplant 哦，啊 ，brinjal 係 eggplant 啊，能叫。誒，我諗唔知咩？唔知啊，未使食啊。Maybe 是就可能比較 asparagus 係比較eggplant 嘅嘢嚟，可能。我別見我不知我食啊，時我燒一罐喺度叫可能。OK，使。hàng tiêu. 係咪嘅咁味爸爸？係咪講你會發現到講你放出來椒跟平時嘅味是無相嘅。啊，對，你味的 actually 一淡薄上個不帶味呢，可能。哦，是咩？誒，我講唔對 ，sorry。我講唔對，唔是 eggplant，啊，香菇。香菇mushroom。哇！但唔知香菇就冇咁夾噃。maybe 啷想食少咗，但係炒少咗都唔知。啦，使啊都。啊，西是炒啦，西冇炒到醬味出來，不是炒嘅。嗰物件炒啊，真係。嚇！醬物件。嗰就物件。吃過咧，吃過。係個嚇，係個臭。唔是吃過啊，吃過。嗰個係臭物件。咁配講。咁會講啊，你白講。但是講食條蒜頭嘅屎啊，嗬。嚇！你食蒜頭嘅時候，你噏出嚟自己臭嘅啫。嚇，對。但是講你食蒜頭啊，嗬，你屋企裏面杏仁冰啊，嗬，挖出來嘅蒜頭是 extreme 嘅咧。喂呀，我唔冇 try 過喎。知道。你嘅味。使配嘅呢？自己臭嘅。你使啊！你是講我臭啊嘛？你。使個配嘅味呢？A B C 安怎？A B 就是上加我未有咖喱嘅。不如自己炒啲啊！你唔係講辣椒味啊？辣椒味。你想比辣椒咩？真辣椒味。想叫佢嘅。我諗你壓掉落去嘅味啊！你懂啊？真好料。做瑜伽時候。冇你流汗啲都食少嘴嘅。喲，見你咯！誒，當叫人講食臭味啊，唔是
差唔多阮成差唔多食見招呢 ice cream 啊，即係臭味。等你講到對即係即係興展，最咱感覺到臭味興展。啊，我咱興展有啦興展冰興展咱啲個別點叫興展嘅事。興展嘅豆花啦，興展冰啦，最暑假。最暑假你興。其他我冇有煲下，煲下。興展是係咪almond 嚟呀？almond 嚇。安怎能食？誒特別食貴呵。是安怎呢？唔是，你可能食咗嚟almond 嗬，伊冇味素，就特別為咗泡，伊啲泡嘅 drink 嘅時，伊只炒嘅。哦，做咩說咧？可能都有檸檬。有。誒，咁我等你放起啊！我放啲興展冰、興展水、興展嘅 drink 啦。你感覺到臭味還是冇臭味？我係食 pistachio。你食嘅興展嘅布丁哦。知啦。有。哦。興展嘅布丁。amaretto 好有興展嘅布丁，興展布丁好食哦！你。要成個興展冰嘅邊？嚇，冇，伊冇比人哋淡啊，應該。特別愛淡嘅好食哦。我暑假就我暑假喎，誒，即係人暑假，即係人我冇臭喎。臭，你想一個夾住味啊？你看啊，不，我嘛講成個你誒叫咩啊？我嘛講咩啊？白沙味。白沙啊，對，白沙對。啊 ，stick bug。Steam bug 啊，白沙味。對，白沙味。啊，即係海參是嗰隻啊，海參是嗰隻是海參講臭味。哇！流浪啦，流浪嗰隻興展你啦。啊，流浪嗰隻興展特別我頂到細漢嘅時，我冇嗰隻，當然30歲一件隻。特別講真係是真係是流浪隻誒，嗰個。特別前啊，好嘅。八瑤，你是唔是嗰隻興展呢？哦，小隻興展。誒，你是唔是興展是叫你放你鼻水，你鼻嘅水？你冇聽過人講？啊，背，唔是背嘅，你背嘅水。誒，做咩？有白蛇鼻嘅水啊！唔知是蛇鼻嘅水還是？對，特別頂班過去講你夾成哦。嚇！啊，你咁樣嚇，伊嘅興展冰燒就真好食。興展燒，哦，冰。夾成講邊個肉呀？邊個肉夾成？就講食下你。特別就講我邊個肉啲比較。我邊個肉比較食下你興展嘅菜嚟煎好食，真好食。興展嘅要未確定嗰啲係只興展菜。啊，是要食興展布丁嘅，特別去即係咖啡店對面，佢哋光華一波咖啡店對面。哦。米亞糕啊！米亞糕日本奶啊！啊，對，伊食了 dessert 食到是興展布丁嘅，哦 best man。希望佢有嘅咁。誒，你話攞就是攞住去酸菇啊，未啊？未去酸人，佢咩酸？但係我16人酸了，有5個人講臭味，有11人講冇臭味喎，60幾80人講冇臭味。你是住？伊會 pop out 出來嘅。你病啊？你病你？我諗解啫。到底外你看到外邊咯，當然。你開到 Ustream 看到外邊咯。啊有啊。我一間人我家裡睇咪食得自己手，邊啊？那是頂面。左上角。左上角。左是 left 上是 up，然後這邊。往嘅 left，唔是路嘅往嘅。對啊，正我家裡記得。我家裡記得。對啊。啊，然後佢明呢，伊是寫 Paul 嘅係咪？還是只 Paul 啊？那 Paul。那是講人就是邊啲學見聽，就等於聽他唔使話講咪鬼咧，當然揾到啲錄講 Ustream 是錄講啊 Ustream.tv。那是諗要知啊吧？錄講咧是我人現場錄音嘅時，那是錄嚟參加嚟聽，還是做你做特別嘅邊冇好錄音做 guest，還是做現場嘅聽眾。你使去 Ustream 嚟看看我嘅邊，看我引導邊，那是。是個教授，你一聽到佢講佢哇，係啦，會咬就我個件。唔卜出來啫。朱律叫我 funny 喎，朱律你即係 Skype 嘅名咪講我聽啊，我計 add 嘛。
OK，咱講到啲臭味物件，到底我看哇，差唔多。講我哋，我 surprise 喎，嗰個就係嗰個係物件臭味，微微話講。我講頭先嘅講你臭豆腐嘅喎。我有記得嗰時我去香港嗰陣，แล้วว่าตัวเอสังกาน guest house ในควันน่ะแล้ว after that น่ะสิเหล่าคาสิเบจะได้臭豆腐嘅แล้วว่าตัวสิ around 應該是七八樓ในควันน่ะแล้วว่ามาแอปเปิลมาชุกี咯阿妹對嚟是規勁棒勁嘅咧臭水水嘅咯，但係一連煎啊，嗬一煎啊，臭豆腐，上擺一味嘅規個 building 嘅咧味嘅掉解幾哩呢？哦，你兩隻困啊？別困啊，食臭哦。你去樓下食啊？亂條啊，亂條哦。肯定就臭啊，實食係哦。對啦，你咪食過，你咪食過哦。我唔捌食，味就食幾哩啦，都食。我咪攞整住捌食過臭豆腐。哇！我味有俾咬啊！把要解釋就講環狀。OK，早一禮拜我去台灣 trip 嘛，แล้วที่ไทเป咯。哦，你把 try 掉นั่นน่ะ。Baru ka try dia tapi le 我跟你講是啦，真係人也嚟個榴蓮比咗，因為真係人講話榴蓮比起來是真臭，對 certain foreigner 外國人講哇臭，你只有去香嘛，但係臭豆腐咧喎，你味到臭食本臭。你覺得是臭係咪？你食了後，伊是 OK， 我人食過金枝嘛對，金枝也係翕嘅嘛，伊臭豆腐喎，伊成是用嗰種。你試過納豆唔知叫咩？一種係醬嘅啫喎，嚟翕嘅嚟翕了，做佢成個啦，種嚟至出嚟嘅了。那是臭，那是爛。納豆我 Facebook 會我臭嘅物件咧。納豆我都是個食，納豆我都是個食喎。納豆，未咯，我食未咯，佢哋日本去到嘅時，伊互我食，我介紹就介講白嘅路了。未當真啊臭！納豆我講夠臭，納豆我見食納豆我就是早起時候成日背一碗就做一時候，佢嚟攪一黏黏啊！你未食咧？日本食時間講未哦，未食。我係食喎，我見食。佢哋豆腐有摻㗎之類了，唔知因落嚟 chemical 嘅 effect 出來。我看伊是一個大紅棒喺邊啊嘛，是未正嘅啦。我都驚過，我都感覺就是想我係卡臭味咗，我個唔知咯，味味臭。我看佢紅規個紅啦，有個名見哦，伊邊啊正了啦，我跟你講看到被拗出來，我 Facebook 有放了，諗住我 Facebook 看到。哦，你是 OK。特別你 try 哦，你 try 食掉。就是我 try 咯，我 friend 同我講嘛，你去嗰邊冇 try，成日是冇去台灣嘛 ，OK 咯，假之處咯去請講阿妹老細啊，個老細，我阿妹，沒關係啦。伊味哦，伊有加減酸超酸嘅味，超酸。伊酸煎出來嘅味酸咯。你上次你攞啲我來 try 哦。我甲你講，我開咧房間啊，安尼款規個房間安尼款嘅味來拗了啊，慢慢會 try。你捌 try 過喲？茶你包有有味嗎？冇，講當今茶你包有有味啊？印度話到邊茶有？包嘅係你山嘟啊？印度話一個hawker center 有正宗嘅台灣人伫遐邊開攤賣，一定是真係是河邊啊雲吞麵甲咖喱麵人減減也會點嘅。哦，臭味啊！臭味，你當時印度話小販中心呀。講下你我下你下面股票行後邊，掉，下邊。我知啊，哦是咩？解去。你咖喱麵嘅減是要介紹拍。真正特別我食咗，有人食禮拜幾部人來調啲大包堆去嘅個，個生意怪好嘅。啊是咩？有人見食，人都見食。誒，但我真係見食納豆嘅喎。納豆是一道日本人摘來，我食哇，我驚啱要死咗，看佢是 customer 嚟滴水。你是不是介只伊嘅味，還是不是介只伊黏黏？我不是介意黏黏，我想係是食到家己 sperm 呢。
喲，下時咧少係特別黏黏咧，攞去看咧 chat room 嘅話，把你 Wikipedia 拿到嘅。伊黏黏是黏黏啦，特別話伊味到底是安怎呢？冇可能炒面咪食豆油咯。豆油哦，你食咗咩呢？成個豆油，成個豆油。你諗問講緊咧豆油咪是成個，人是隻關事呢，冇比。對啊。你講做你講到得食炒嘅時候咪要鹹啲咯，鹹食面鹹冇鹹嗰時可以鹹。啊，你個幾鹹啊？鹹啊，啲鹹都是隻炒，冇鹹，一隻水。冇嘢啦，啦你就食咗，係只係冇鹹，冇鹹。即係你個幾鹹。我食面條啊。有當時小氣老回路邊係查了你。咦啊！呀，叫你呢？我講下，個學線。冇，即係咁配啊！我每都是唔是被你食鹹啊？是你加落嘅是。我冇食鹹味，我冇食鹹味，我冇食鹹味，我冇食鹹味。如果咁樣一碌白佢嘅時，以為是高回嘅料，我未食，我未食，我講係隻料。我唔是你加落去是有一個正。我唔係講隻嗰啲隻臭嘅你變咗隻味大肯定。而且唔使是你，唔使是你回，唔使是你炒車回味肯定啊。嚇！屌！冇啦，一般都殺可以食，因為都入嚟食咪是炒。呢是他頭毛嘅味有陣時。嚇！屌！咁即係會人會個吃啊。我今日自己只一種嘅鹹呢，就是一啲一種你雲南煮嘅啊。係冇鹹。咁配嘅鹹。真係咁配鹹，咁配鹹就好料嘅。我就係啦，雲南係結冰嘅種啊。雲南伊是伊煮嘅真久嘅，所以伊鹹係叫起啊，就大大啊。伊內面是冇嘢都加落去，是唰咁嚟。你一啲啲嘅就好似一隻哦，可能我是個隻一種嚟咯。啊，橄欖豬。即 Dr. Alex 係你嚇 ，Dr. Alex 做律嚇，你都俾講哦。唔是，Dr. Alex 做律咧？未必是啊。Dr. Alex 唔是講定自己愛嚟啊，冇嚟咩？當係幫人背記。啊對。係啊。OK 我可以 ，OK 大家做律我考慮啊。咱有機會我可能看一個食鹹食恐怖嘅人。要買？買。我是真食鹹，唔是冇鹹。因為今日曉我喺咪叫嘅位啊，有一團嘅落曉，伊鹹是正便宜嘅，一簽唔知是3磅呢。然後我人幾大班過去哦，即叫是我嘅格力嘅啦。伊較邊較叫人只看到伊呢，解講鹹無咧就你知安怎樣？伊無管放幾支出來啦，伊鹹個了嘅，伊捌一道嚟割168支。喲，只個了嘅鹹食鹹。只鹹正驚食少 because 對，所以actually 食鹹啦，我而家食少啊。把你啲落近厝不打頂2禮拜時，伊半暝聽甲未動，家己花車去落近厝，你八一然後驗咗伊少嚇，我 office 人嘅。今年會食少係對，今年嘅位。哦，呀，我唔知。食只甜呀，成驚啊！你講。你咪知喎，當打波啦，個掉啲 black，佢嚟就多，佢會出來。有聽。我當聽到我係咕咕叫去。明見哦，我能計講，喂，你看你隻安尼隻鹹咧嗬，成日照啊，你計講講咩？明見我係驚我成日做巴啦，大了解出來咯。哇，笑！各位聽眾歡迎做律。Hello， 做律。no， 就是要啦。我舊曉頂幫伊就是有照嘛，了伊唔知食咩，係咪 food supplement 了，伊就幫照出來哦，伊規個袋咧血個了呀。我有 test 過聽。你話咩？我有 test 過蛇山到你結呢入邊，聽甲規個人攣到頭殼會真正聽。because when 一背伊就多時我一夾掛luôn này啊。聽哦。我開攰啊！要講啊。講得啦。等陣學叫做律都聽到啊，做律。啲邊？佢哋講下撳配講啦，就你度講啊。撳配講未？你講咗未？
我講唔是食鹹嘅，是食啦啦啊！你可能係成日食一成刷就對啦。然後念椒 oyster 呢？念椒。誒，我哋以為我哋卡嘅啦，because 係咪屬於 calcium build up 呀？有。做律你唔是老官嚟啊？做律你是正嘅老官。是做律，但係會再個講咪再問個講嘅接嚟。做律啊，你是正老官嘅老官。哇，長啊！是啦未？即係頂住冇嚟。頂住。你講嘅未記起啊？菜。夠啦都未記起。你唔要緊啦，就仔你有心啊，有心個未記起。你一時 next， 冇做你嚟等下你講，得你是個食咩炒味嘅？唔是我有我隔離係食啦。就係一項冇一項哦，有人未當節啊，即係你芹菜就芹菜。哦，要炒咯 ，celery 我哋攞嚟。芹菜，我見椒哦。芹菜加咗啊！阿冇芹菜。芹菜。各位朋友，我可能知嗬，咱去中國食飯啦，伊嘅 appetizer 定都一碗芹菜，我同你講，一碗芹菜。芹菜嘛，淡薄成個豆油嘅基本嘅豆豉。哇，哈你比較做咩啊？我昨天冇得食嚟芹菜。食雲水。啊，雲水我冇食個食喎。我哋特別嚟講啊，你食個了安尼炒嗬，特別對人是真好喎，奇怪嘿。嚇是咯。別個我人嘅水，你雲水是唔是係你啊蚵煎哦？只係。吹壺嘅，好啦，啲吹壺嘅是會。哦，你是唔是叫做？吹壺嘅是會。啊，是 I think 是當時講cilantro 是芹菜。cilantro 芹菜 celery 是雲水。冇 celery 是冇芹菜。芹菜。啊，你雲水是叫做parsley 哦。parsley 是 parsley 唔知落龍講。不是啦。雲水唔是啦，雲水actually 不是芹菜來嘅。雲水 actually 不是芹菜來嘅，是講油係攞係邊？我哋豆油啊邊咧款啲啊。冇啦，冇上醬嘅。是啦，冇上醬嘅伊。伊菜肉啊，嗬，啊，雲水肉，對，伊像個 maple leaf 嘅對啦，cilantro 啦，唔是這裡了嘛 ，parsley 啊 ，parsley 啦，成個 parsley 冇食，我食啊，冇食啦，แล้ว其實我隔離我食，食落去係伊咁大事， cancer 就好，食胖哦。哎呦，我發現炒料又一棒啊 by itself 啊，伊be strong 啦，特別我個暑假邊，有時你是參加別啲 food，就係像 Mexican food，就係你cilantro 嘛，cilantro 你只參加別啲伊別啲 flavor，參起來是食胖嘅。我梅朗就唔記啊，你是最你，我啊，我梅朗就唔記啊，馬來西亞人。China suka cik aja hang mikir. Tapi Taiwan kia kong hari mikir kau tahu ya, lo saya hamil. Taiwan lang bos sekali. Mesti kau kaliau lah, tampuk lang bos sekali lah. Tapi siapa? Ini siapa家餐呢，還是食開？食開食吧。Ini si cicong mikir lah, saya kong kali pakai mie lah, han ni mikir, han ni style. Tapi siapa? Laksa. Dia. Laksa. Asam laksa. 台灣家講咩喲？用好像在吃垃圾堆的味道。啊，掉碗其實。因為係個味，嗰是糊啊，伊個夠臭啊。個糊個係個啦，差冇去哪裡掉毒咯。喲，我冇只係個喲。我都冇只係個呀，咁配。冇啊，冇只。拉沙咯。豬咪食個拉沙巴油啊？巴油冇只拉沙。即係咪你炒味啊？咁㗎？我係個 mix 嘅羅只冇問題，我嗱參加這落去企啊，佢哋講垃圾櫃我平嘅了塗咖啡。我冇知啊，我頭係啲邊我咪知。唔係個嘢，我哋下面湯小粗，未有唔知喏，我 feel 到啲垃圾搞未起，唔知喏。你咪係你落落。呢隻你冇好食啦。冇你是唔是講冇係個你就食？冇係個，你佢講炒粗。總之因為伊個湯安尼啊，我就味道就拍領到。我係個廚頭先嘅路食。
本無食。咁配你講咩？我冇人教你試，是我冇知啊。我嘅厝啊，我大箱在台灣的嘛，我厝頭前有一個垃圾食好食，食好食嗰種。嗰啲是特餅，都大特餅嘅咁配。佢定嘅講，我大啲，แล้วอาวุธลองกับบ้าอยู่ตัวเจลองไอ้หอยกวนเป็นไอ้ฮอกเกนไอ้หอยกวนเลย冇問題。跳落啊，跳落啊！你冇講到個，你是個食咩炒味物件，是冇是個食咩炒味物件？誒，至於暑假咧，我頭先講嘅係 parsley 啦，係個啊。你個留意呢？成個話咧，嗰隻留意咩嘢？嗰隻興剪嗰隻你芹菜。興剪近有一款啊嘛，伊人馬路做來做去，近有一款啊，伊店就會做一個係你雜開啊，佢隻阿啲嘅嚇，阿啲。頂到時我比較，頂到我比較睇興剪嘅話，等人話叫做咩新人認係咪啊？啊，新人店。你睇我睇邊？我睇興剪。恨人，比咁講，你給我這個恨人，人我要睇。人這一直人這邊一個二好是一人，所以人我要讀咧，一哼我不要讀嘛，姓我不要讀，我讀哼哦。恨人，伊講你恨的人來這裡喝一個人。我哋嗰時係你是讀迎人，我迎人，佢搞句話啦哼，哼都未 spell 本你個本。啦，哼咯，超過先咪就哼。我啊 H apostrophe NG 哼咯。把油你咪是安尼搞只，特別佢唔敢食垃圾好咯。哎呦，垃圾是我第一大 challenge， 我 office 人甲我講嘛 ，open challenge 1 million 垃圾10碗，我甲伊講1碗都賣食，你講10碗。1 million 啊，1 million 我食。人講，因為我先講嘛 feel factor 嘛 ，feel factor 看下面物件加食加唔食嘛。然後我 manager 講伊跳落曬地，燒過去也物件。喲，然後嘛 challenge 我咯，食垃圾我講別。จุลุนี่ ก็เหมือนกับพังเช่านี่ ให้พี่ซังก็มี พังเช่า ปันดันอ่ะ ฮะพังเช่าอ่ะ ปันดันหรือว่าปันดันเฉาไหม ปูดิน่ามิน โอ้มิน โอ้โห เวลาตัวเฮียเช่าแล้ว 薄荷唔是嘅歌會薄荷係咩？真係炒。白咖喱麵咪是薄荷咯。嚇。บังกาลี我知道，唔是บังกาลี米，บังกาลี米就บังกาลี米係咩啊？唔是บังกาลี。你去食蛋多利之嗰陣時，係你斜係你啊，係你叫咩啊？蛋多利之跟斜，咪是 pass 啊 cilantro 咯，係啊。芹菜。我斜入令你嘅佢哋咪叫啊？哦，地盤嘅 yogurt，地盤嘅 yogurt。然後 slice 噶，做係 mince 噶，樣咧。嚇 mince 地盤嘅 yogurt。哎呦，好料啊！佢哋臭味咩？佢好料。有人講臭味啊，不會水的冇，because is yogurt 呢啲水嘅可能。啊，都俾隻好料咧，就是 street food bawan 咯，係你好食咯。係咪嚟？邊咧？呀，你 restaurant street food bawan。哦，street food bawan。OK。OK，我當然報告就係而家當然30超過30人都 take 一波啊。就是個興，我就是發生條興展炒餅啊。49%人講臭味，54%人講冇臭味哦。哇 surprise 哦！我想較濟人講感覺到臭味嘅。我個冇 vote 個，但是我嘅 vote 都見到佢較濟8%個59%。我笑咩 ？OK， 我大下啊。我味到巴斯利味。我味到巴斯利，我應該是味，我冇，即係冇食到 breakfast 食到。我飽到不帶味啊！喲，我咪講我驚食了。又不太好料，我就是個叫白茶了。哦，我冇食咖椒。咖啡生。啊？你講咩？我，主律。哦啊，
就你講咩？我食海鮮哦。嚇，海鮮係咩？啊，海鮮，係咪海鮮？澳煎啊？咩講海鮮啊？蝦，我係 allergic 蝦咯。唔係 allergy，臭味冇。我食咗嘢，搲出嚟哦。嚇？你食咧？automatic 嘢，吹下落掉別家咯。落咗係啊？啊！你是講嘢係住吹咗一杯咖咁樣嗰啲。哦，你是感覺你係嗰啲是臭味水啊？我所以臭味。actually 蝦有隻重嘅味本嘅蝦 actually 你 especially 咱是嗰隻蝦人較就是嗰隻伊蝦頭本啊嘛對，你白蝦頭所以個啊。你實在是蝦頭臭，你味都食個做味呢樣事。我講你講係咪蝦地臭嗰度，正嘴嘅。正嘴蝦臭，臭頭味啊，臭頭味。啊，真正臭喲 ！Oh my god，嗰啲肉。炸豬係煮咖喱好了，係啦，煮你lemak咖喱啊。lemak santan wah ya Allah Tuhanku 哇要死啊ya long ka tinggal cuci cia wa tu kopi tan zaman aku orang ki Raja Oda mi cia ye kali pui 看我看到去 Costco 呢 Costco 嘅cia我未啷 suka 食地酸哦啊 suka 啊酸地酸咪是 asparagus 咯唔是啦螺酸嘅是 asparagus 地酸是你 bamboo shoot呀 bamboo shoot。bamboo shoot 是臭椒香咩往事？是唔是？是啊，細是碌味怪味香嘅味。椒，冇垃圾條香 sperm 嘅味啊。有啊。啊，你頭一冇味嘅好嘅啦，都。啊，但係冇 sperm 嘅就講啊，冇，但係唔是豬肉，但係是另外一間，但係是你淋白油啊。係咪嘅像 sperm 嘅味？螺酸啊不，滴酸。地酸青青啲，我知嚇，地酸冇成酸嘅味啊，香，都有見味啊。如果有打你，我樓卡成都上下是有啊呢，我也落去味嘅。誒，對唔是，我想講滴酸味是上個椒香，臭椒香嘅。係咯，成個椒嘅味啊。係咯，上個一條啦。上個一條。我淡薄 sperm 嘅味啊。冇你咁佢嘅，假如係直情試都係味怪嘅。你試下假如夾埋咯。咩事咧？直情試係咩？嗰咧試係，係咯，你做 collection 啊？你做 collection 你俾直情試係 sperm。嚇？做咩攰？哎係我。好直接。好做乜？好做乜啊？我啊。有做你冇 girlfriend 嚟數咩？做你冇 girlfriend 啊？我冇講頭學醫啊。做你冇 girlfriend 啊？冇啦，last week topic 我唔敢講。哦，我梗搞啦，我講 last week 嘅晒人講咧，佔咗啲係數咯，特別做咗同埋嚟係我數，梗講。你咁陪我數咯啊？咁陪我？哦，個諗啫。係咧，個諗個數啊。你爽嘅未攰就話爽嘅未攰。我爽嘅未攰啊！佢哋話嗰度係爽。你有冇諗到咁難咯？呢度冇插啦，拍拍嚟啦，拍拍嚟。呢度冇插，咱翕小影個下人。小咯。多零 post 起嚟。係啦，要小咯，對面咯，第時地留咗誒。我多零啊，按照你估都冇 post 個本。伊小影嗰啲寫掉個。用邊啊？個結邊。對，經心講即係皮蛋。皮蛋好嚼，皮蛋好嚼嘅嗰個。但是我是台灣嘅咁陪我攞你，就是3,000半嘅人。Okay，就叫咩 stop recording 啊？我能去食落落，แล้ว食皮蛋耶。我要去啊！我要去出嚟啊！OK， 拜拜。做กำลังใจเนี่ย哦，你對尾去係咩？係講笑嚟嘅，成日嚟啊！講笑呢，因為當今嘅時間只能食冇意思。哦，係啦，你咪是照你邊啲學嘅係啲有咩？唔要，你唔是出去個黑叫之先啊！咁配到聽係掉啊！當當咧，好啦，但係嗰啲嘅話，咱去食。
講聽比賽叫，知唔知啊？當然比賽我當然比賽咧叫咁配，因為我叫我驚馬古觀察裏邊你白起嘢咗。係咪觀察裏邊？俾我人當。哦，你厝俾人試啊？嚇！哦，等陣條嘢講壞氣。我愛食皮蛋。呢係路邊啊，喂，我愛食炒豆腐。我舊你講嘅咗啦，我去食係你蘿蔔艾絲啊，你咪就諗去食蘿蔔蛋啊，我未皮蛋嘅嘛嗬，我特擺去啊，我計講我皮蛋一粒，你咪白係話，你學話好，我家己白，如果佢超垃圾啊，你皮蛋白，個蛋嚟，梗係切啊嗰啲，咁嗰啲。你真假講你膠仔，真假唔知係咪邊個出嚟嘅咧？你等那個春節你攞嚟刷卡為我見嘅。你把個幾幾去啊？係啦，我冇啦，伊係呢裏邊嘅嘛，係啲嘢嘢嘛，伊少女嘅家學人嘛。我講到左半埋頭，都左半後話，都佢哋揾揾實好啊。哦，點解咯？不，sorry，唔對。啷我得唔未到啲後咯？真係點你馬達杯啊？你做咩鬧我？做乜地啊？你是唔係講微微娃娃即係把油加咁配啊！我那時確定落了出去食物件嚇，一記叫微微娃娃嘅第一咧 recorder 去啊！注意，哦，嚟落去啊！係啦，落我聽啦，隨自己聲啊，隨自己聲啊！攞出去食物件時叫微微娃娃嘅第一落音，我背可以實因為條底背可以攤落出去個卡是落嘛。係寫哦。無我只是個聽，我聽，我冇啲問你寫時，我就笑你，一聲，成個都特啲嘅落件時候啊，聲過呢都並只並白。就冇聲咧嗬。真係有機會咧喎。尤其是去你成個你到頂嘅食掉，你係到頂嘅聽到邊啊，你人 order 物件打物件煮物件聲，點叉鏗鏗鏘鏘咧，哎呦！我交零冰絲啊！嚇對，但係冰麥吞麥古咧。這位小姐還是要等一下。乜要是佢個別掉咪乜要？我要 A 嗰啲潮靚咧，就講。嗰次裝落垃圾炒麵是北部冰。炒咩啦？北部冰啊！點解嚟炒？啲嗰啲絲，有當時幫藤小姐啊。我特別叫北部冰正。我叫高爽，特別本是來哦，本是嘅咁甜嘅。Because 北部冰嘅，要淡薄甜嘅嘛。啊對，特別未炒啦，你炒啊？未咩？有人啦，咁架炒。OK 啦，未炒啦。嗰個上面嘅只炒嘅就是按咗個大腸本是只炒嘅有人。大粒腸係啦。有時成日配嘅，你可能係邊啊？嚇！哎呦，講到配，你就係人嘅背會只炒嘅，煮好背嘅事啊，你背就好，你就佢啊，外嘅面嘅嘔屎。但係崩嘅先啊！咩？啊！咁配，你講係背。你猜看你也粗米嚟煮啦，你也粗米嚟煮，你係看炒俾白布掉。你啊炒咁咪個pan喎！我講到半點啊，你講。你講到半點。一背一開起來背我也是。做咩pan喎？死咯！食一背。個味道。等我小看過後面咪叫炒味嘅日本啊。對，咁好炒。不，人食脆糊嘅。榴蓮咧，榴蓮。邊係酸。哎呦，我個只榴蓮咧，嗰啲絲嘅啫。要噴個屎嘅榴蓮。哦，伊味是香，就係講係到脆嘅時，感覺就講成個伊味素。冇聲嘅。係咪數咧？即係咩物件？講下，即係數你冇時間。係咪？冇，伊味是真香，成日講味料，你講係香咯條。特別係到脆嘅時候，我感覺就講，伊成個有一塊 chemical 嘅味。哦，伊成個酒嘅味啊，成個酒嘅味咧。未必嘅，成隻總之是怪怪。你冇時間啉酒嘅咩？阿妹話都冇啉酒嘅啊。我啉酒，特別啉係咪酒？
酒普通嘅 beer 啊，我冇啉 beer 嘅。有 wine 呢？我啉啉色酒 wine 都冇啉嘅，我啉 liquor。啉色酒。哦，啉係咪酒？哎呦，liquor 好了哦。我就係咪 liquor 啦，就是這樣。唔知啊。你是人請我啉，我就啉，我冇家己飲。哦，成個機呢？你話我有字花，有字花。哦，就字花。你是咪？你是啉迄個 cocktail 係馬蒂尼呢？係啊，類似啊，你款嘅咯。對，馬蒂尼 James Bond 嚟嘅咯。然之後係咪 stir，咪 shake，don't shake，咪 stir，咪個頭呀。Stir but not jerk。我冇酒誒，但係 beer 係咪我冇啉嘅？所以話我感覺就講榴蓮嗬，係自己吹嘅時，按咗變做白行鼻氣啊。你確呢啊？確黏呢啊？三單時按你講下就少啦，我感覺就幾你鹹地有你隻甜嘛？係 custard 呢你？甜嘅我咪未知啊，我唔知。總之是怪怪嘅味道。我是嗰隻榴 OK 啊，都買隻榴蓮，特別我冇成講笑嘅，可能我隻係隻兩隻。氣味啊！攞血嗰度搞啊！氣味甲伊味道是無相嘅喎。即我特別你特別隻攞血嘅誒，冇被 balance 嘅老師，我一邊。一邊放一邊天。你特別隻一條大力椒嘅攞血嘅椒，I mean 攞血嘅榴蓮。酷嘅頭殼嘅凍嘅掉。是女啊 ，OK， 那嗰陣想法講咩物嘅臭味？等我想下。老校誒，老校。啊，老校香哦。香啊。直講啊，直講老校。有落啊。啊，嗰一種物件無，我唔知有個人無個食誒 pickles 啊 ，pickles 叫咩啊 ？pickle 嘛叫 pickle。我叫我叫咩啦？成個線可能物件啦，成線嘅菜。CD 本。係 CD 本。杜娜係你罐頭嘅杜娜咧？杜娜咪成個臭臭，咪成個沙甸咧，沙甸。沙甸會啦，講沙甸好了。金芒糊。我哋係講臭啫。金芒糊一種係特啲辦，金糊咧，金糊咪臭咯。但係是講煎了會變香嘅。金糊㗎，金糊唔是㗎咧，成個人係一清攞你擺喺背人喺呢邊。阿 John， 嚇，清攞你擺背成個臭豆腐。係咯，上我是講唔知是唔是跟金糊上。你知咩事？because 伊是臭水啊，臭爛咧，咪叫有 ammonia 嘅味，可能就。淡薄啊。不，嗰就咪叫只臭嘅菜脯。菜脯，菜脯啊，一罐8薄你落去啊，煎出來，青色咗啊，好食嘛。誒，茶龜甲。是唔是？我是講佢種，我是講佢種一罐嘅，咱去看伊是另外看伊是買啊，一罐8薄咧，葉咗青色嗰種嘅啊，plastic 罐嘅啊，成日叫出世啊，你講你啊。你在 lucky 有點先少俾一罐的呢，然後一罐白色嘅咩？你嚟表一絲嘅，仲有我哋邊嘅。特別伊是青色嘅左係咧，伊是菜脯係。我知你講咩？一個靠淡薄成個白白淡薄呢嚇，呢個嚟撳嘅。係個好白白，好似係呢個嚟撳每一個嚟夾嘅嚟啊。你每時你往時你食咧時你可以去比一罐嘅時，一比先只臭嘅。有時臭杯嘅比咧，看。係咯，特別好食。對好食，咁嘅食。嗰一個啊，即係槍林就係人嘅誒鹿港嘅朋友，嗱，是講你要參加鹿港呢是現場 live 嘅人，甲睇看到鹿港就是 Ustream.tv 或者 channel 就啲下邊，嗱，是你要參加這咧本地就使去 live.penanghokkien.com，但是我冇 show 嘅時你日就康康咯。啊，槍林講不拉讚。炒啊！一隻這物件是炒咗煮嘅就烹嘅嗬。特別好食，係。特別我講特別隻人嗬，你冇暑假，想冇關係啦，阿媽咧，所以你看到味都不拉仔，咪是要食嘅咯。你講去煎就一味佢個沖水佢搞啊。我諗你是咪做？
不拉赞呢，就是往等人的耳干。foie gras 係啊，foie gras。啊，對，是。foie gras 就冇臭味，foie gras 就冇臭味。唔知啊，我食咧，冇臭味咩？唔知可能比較食貴嘅物件。哎呦，我唔知有驚食 foie gras。假如食，你未感覺到有蝦米？foie gras 只好似成個 butter 呢咬去到啲嘴，喲。你瓜喲，好會瓜。你冇食杜瓜咩？瓜咧，杜瓜嘛是炒。杜瓜幾瓜？冇食杜瓜。冇食白梨。喲，我食啊，杜瓜幾瓜我食。我是食煎，我是食煎雞肝咯，加煎雞腱。哎呦，你攞嘅，有臭咩？都搞嘅事。誒，我講睇杜瓜，我第一時間食係咩杜瓜？你食一片，然後買上嚿啦，那個炒鵝豆油加薑，哇！鵝豆油冇，炒鵝豆油。加落去啊，是唔是講怪怪味啊？你加落去嗰時，一回個轉出來淡薄個陣時，難道？啊，有好料。你想問大嘢啊？是無煮嘅呀，無煮，伊外口快，你杜瓜你唔使炒油嘛，炒油嗰邊定起嘛，成個配呢，所以你特別快切薄薄一下，然後就落去為係即個蒜頭加薑加雜番椒乾啊，先得嗌。煮最油嘅呢嚇，倒落去一叉呢就有，哇！你即杜瓜是四邊一道油啦，你倒落去一啦滿油淡薄，真正好似喺個口個淡薄定淡薄，裡面個嫩淡薄。啲唔制啊！我咁特別，我哋白泥炒一個味。是哦，我冇食薰腸嘅哦。哦，薰腸我冇食過，我薰腸。誒，薰腸好料。薰腸啊，都可以哦。要唔是講冇食白泥咩？羅漢，今日食羅漢杜多薰腸落嚟呢。誒，杜多，是你煮杜多嗎？係咧，嗱，嗰隻只臭味呢，我咪食過一大番。咩係？大番咪是細朵咯，你細嘅朵咯，你大腸。咦呀，嗰啲，咪講啊！佢哋唔知點樣，你唔知咩？有知誒，哎呦，我知唔知道興啊炸大腸的，你咪食佢豬腸粥哦。嗱，豬腸粥咪是大腸煎咯。是咩？大腸小，大腸細腸嘅係煎咧是咖喱嘅，是係到啲梅嘅食咯。好料啊！你唔知咧？誒特別教西，你教西嚟講，伊味無嗰隻重誒，你無教西你食個隻西呢哦。大腸是我哋近西啊嘛。係咪嘅？大腸係咯，大腸是地西咯，所以伊咧大咪是炒味咯。你食係有喺個巧克力食嘅，佢就哥哥嘅嚟講。嘢馬嚟咯。sorry 啊，我被 control 啊，我想阿丁講不啦 ，goat cheese 就是叫啊，跳落啊，冇，拜要下。咁講，啲台灣古另外一項物件真出名同金樣叫做大腸包小腸。哦。大腸包細腸，一條像個類手安尼長，一條像個類手安尼長。OK， 你熱食好，你冷食好，你加落去嘅味啦。啊。加西呢？西冇咩紅帶啦，我是講有。特別只 famous 嘅啲味，你食。就是成個西味咯，大腸嘅味嚟，大腸先呢。你試下大腸去炒煮味咯。炒煮味了，也一種係皮包了成個 sausage 安尼哦，了個煎內面煎 sausage，所以是大腸包細腸，了看起來你都袂拉路啊。一腸會成個細大咧，看到是。對，冇錯。你南邊有係咩煎係咩？煮味啊？啊，一煎煮味咯，所以煎個規條大條粗粗咧，有個煎 sausage 落去，長長嘅 sausage。所以加落去攞喺啲味度，哇！煎熱當成叫人係半冰超安尼當。誒，跟住結棍情感馬來西亞人講自拜白蘭椒。這裡，他兩味大腸包小腸是自拜白蘭。結棍情感馬來西亞叫做自拜白蘭椒。
搞。嗰係咪比較是臭嘅嚇？belacan 咯，belacan 啊？冇水臭啊！belacan 能研究係咩？tapi belacan 好料嗰度，特別是 belacan 雞，哎呦！belacan 係你阿三背啊？臭咧？嚇？belacan 係背。阿三哥 OK 啊，臭咩？阿三哥冇臭啦，阿三哥都臭。水水嘅可能 OK 嘛？係啦 OK 嘛，冇咩臭嘛。係啦。菇一種嘅啫，菇一種嘅菜，青了無靠嘅咁紅嘅只咖喱粉啊，樣叫咁上海菜，你上海菜？哦，榨菜。四川菜，四川酸菜啊。榨菜。啊，你未煮嘅時候，你關你入嚟味正臭。哇，臭佢！鹹菜咪係，鹹菜都冇寫先咪臭味鹹菜。鹹佢咧？鹹佢撚講過嘛？但係冇睇到咩？你佢嘢啊！但係都特殊人講係講㗎嘛。但係鹹糊啊！但係都唔是講成個臭背呢，攞禮拜冇寫背。成臭豆腐嘅。我都去幫住。誒，你錄 video 好似有不帶邊哦？你就不帶邊啊？啊，豆豬人講豆豬。我就不帶啦，我suka就不帶。我suka食。誒，即個啊，pisang嘅味加pisang嘅聲，pisang嘅聲加豆嘅聲嘅聲哦，因為翹。冇聲啊！翹啦。翹聲啊，聲冇聲啊。我感覺伊聲但冇聲。聲啊，麻辣咩？麻不聲。給他拍攝。了 ，OK，個豆豬啦，啥炒豆豬？啊，講落估一下。1點鐘，5分鐘。誒，豆豬呢？豆豬胖啊，配妹。唔捌食過，冇講咩？我係豆豬嘅嚟，最近你靠乜嘢？乜食過豆豬啊？你話食個林豬包吧要？林豬包冇白本，你住介紹咧，到住得食。林豬包你記得去食點心會較濟有通食誒。一隻包呢，特別一隻三珍包係你外向粉嘅豆豬去試。哎呀，你我有食過啊！哦，你叫林豬包 OK 啊，A B OK 啊。啊，是咯。係好食咩？真熟㗎。鹹香咧。特別即係物件人當人食物件，可能是啊臭味啊，被煮是臭味，煮是就好料嘅。當人好料。有些人每人看捌食過海貝喎。哇，海貝臭哦，啲冇水臭啦，特別有人講臭。我今日海貝煮起來味啊，就像啊拖曬去煮湯嘅味啊，我今日食胖。係我今日胖哦，特別我小妹冇熟㗎哦。海貝唔是特別人去藥店咪看到你一隻白色嘅啊。你海貝都隻係海貝。隻大料係海貝。啊，是好食啲。海參咧，海參冇味嘛，海參。海參我冇食過食邊有講。海參是我嚟聽講嘅。我哋到大邊路去看到海參唔少，想是海南椒嘅。你個哎呀，海南，孟麗鋪啊！南澳。你能知南澳係咩？你我聽下。long 啲嘅數，正三拜。落太多啦你。你講咩嘅正三拜嘅榴蓮正三拜啊，long 啲。個我聽。喺邊我哋喺咁轉，都冇講要做咩可能係咪你講咩做律？冇講啊！做咩做？哎呦，做咩事？我蘭州白狗嚟。哦，如果係第邊，你看到係收唔是個隻就係幫好啲啊。哦，誒唔是話好彩，唔是話好彩。咁咩㗎？哎呀，冇啦，我係冇咧剁掉啦。我係冇細粒啫，冇掉餅。要幾啲哦？你都講係喺裏邊。係啊。誒，攞乜啫？你念佢抓血哦。唔白。冇。唔白。抓血煎一炒。哦，而家炒啊？係咪薯炒？
真臭，也一定是伊烧烧的事啊，了伊一种味真重的。伊是啥物？伊咸啊，超咸啊，超粗呢。哈，超一个咸。你咩好嘅唔是？哦，你咩真好咯，因为我细汉时我身躯嘅皮肤无好，直直掉啊个皮肤病嘛。然后人讲食抓回了会死嘛。然后食两三刀，哇！但变食就变凹咧，真正臭味嘅，到袋过去了。哟，我不记看到咸地，咪是有人一时系掺酒嘅，掺个酒你食啊？啊，你 mix 咧都无安尼重咧味，你若是 fresh 嘅，但係看到伊。爸哟，你去到嚟趁吹 fresh 嘅抓曉抓花嚟食。抓花啊！真百，I think 我細漢20年真百有。哦，你只啊，即抓花一拗呢？咁只水一拗，你個抓花一拗啊？冇咯，夜人拍管被改咗，你邊嘻下咧，又講嚟又食咗。咱個鋤頭，就掉咗嘛是有，咱嘛是有頂擺。一時打隻病，可能會成日會爬喺裏邊槍啊！等我槍。唔對，你幫我啊！唔對，這是李哥兩勁。喂啊，搞啊！妹啊！笑打，咱咪講幾個數喺你排。人困了咗。等陣，前面嗰前面嘅，個前面嘅頭先係講點知抓回嘛對。有你睇啦，有個念裝水啊，裝水咗，illegal 咧係咪？嗰啲酋長血嚟，又酋長冇酋長血嚟煮嘅。會裝酋長血嚟煮嘅，有個唔是個冬啊，個冬，呢是 drug 嚟啊，drug 食咧就嗨啊，食了伊嗨咯，我白啉佢，你是阿平嚟得啦，白啉佢，就你白啉佢，講我聽，你啉咩咗？你感覺？伊啉啊，伊人嘅感覺就熱咧嗬，伊偷靠啉酒啊，冇別，偷靠是佢咬樹。佢咬樹，你講，OK 啦，係嚟聽講，嚟住你咩個刀啊咩叫咩個擔嚇啊？點解就個擔是尖㗎？個擔是尖 ，sorry。個刀sa lang jo咧啊，tampo講higiene咯。啊，higiene，我sekali咩lang加霜嘅。加霜嘅，然後了個嗬，lasting 嘅都點樣 ？lasting 就估啊。會死。係咪？哦，你是講係咪叫 lasting？冇到擺，做擺嚟喊咩？係咪是 lasting 意思？是 lasting 是講伊嗨就估嚇。是唔是嗨啦？啊，對。咁你正三擺死人將嘢就估啊？哦，哦，伊唔是，你冇搞我佢有猜，當咖喱啊。當咖喱冇聲，當阿布。種點樣？有時差不多是點正規啊，你垃圾啲咧，點正規啊，垃圾啲咧，伊當個只股嘅，頂你當個好似點正。哦，係 Viagra 呢 ，natural Viagra 嚇。你把 try 過有？做你都冇 try 啊？我把 try 點啦，唔把 try 做啦，OK。啊唔，你裡面，你安怎時間係係咪呢？安怎時間係浪？你直頭裡面都對起見呢，我記。冇，伊唔是起見，但伊就是講你做啊，你做是伊嘅 lasting 咯。所以那是你冇做下面，講一頓冇插，一頓未嘢，是實際那是你有是個 long lasting 啊。啊，對，伊是想就係伊想誒咁樣係很，tapi伊比較好嘅，比較熱烈。你咪啉就濟，你咪啉就濟。伊是可食 one pack 喺度 ，one pack two pack 喺度。伊是泡蛋喺裡面。伊食嗬，上個上隻甘蔗水食喺度。你咪啉就濟，就多罐，就濟。我都破上嚟拗嗬，我拗喺嚟啊，免夠掛碗嚟啊。你這是你個機器曉，你個機器出長嘅版還是？啊，係你出長碗可能，yang kasi yang Honda kampung yang ki Honda kampung yang ucai di chẳng họ yang giải hiệu á, giải chú lo nó. giải补追来个 illegal 呀 ，illegal 呀。哎，你去那里喝的？你要啊？你要不要喝了？我看人家落一個一個講啊，
你特別硬咯，佢下面嗰啲咁我你媽冷係制嘛？咁樣。你比賽講嘅咧，係啦，掉 OK，我買啦，我買打嚟除話時決定 OK，嚇，攞個機除就好啦。แล้วโอเคอัน illegal จะไปไซน์啦ฮะก็แต่งานคิดเดี๋ยวหอมาแต่เนี่ยตองกิมนั่งก้อนสดแล้วกำเสียว啦แก變กันแล้วแต่ว่าหลาย個個走起啊冇來แต่ว่า是啊就是大家走起啊你係諗我半隻啦，半隻到隻。你隻 potato chips 啊？不得有講㗎。係咯。OK，大家你隻 potato 係咪偏 potato chips？Pringles。Lays 哦。Lays。OK，當然啦，今時咱嘅聽講嘅啦，但係走起一間咪就林白嚇，แล้วก็甘培啦、辣椒、必生、鮮椒、白油，差唔多俾辣椒啦，微微話話辣椒香落㗎。你媽啲啊！我就冇開啦。你做了不是新椒是哦？你冇會？我不是新椒。係講我唔是嗰隻阿俊嗰隻嗱嘅馬基線啦。係咯，我是條落嘅馬基線。我本來叫人家衰啊！你幫搞我度啦！阿 John 查落你嘅咧，這裡一個是查落你嘅。嗰想想過。我等陣我一等聽關事去咧，有直接等嘢馬家是咩嘢事？小時阿 John 都係咩嘛？點啦，屌啦！不，你看下落唔敢咩？你話，一頭擺我就咩做買聲，你就驚就叫啊！好下落哦。出名啊！出名！下落睇，我直接是拍電話你嘛，佢講係啦嘛。我叫 Vivi 話 translate 啊喎。阿 John 都人教都會學。Vivi 話我教啊。哦。不，你講我講，冇我處對面只係諗人嘅，所以我特別聽人講話。哦。Vivi 話我做開賣聲開啊。係啦。講係啦嘛。Vivi 話咩樣講係啦。別啦，我寫冇得尖啦別。你做加深講關啊？別啦。try 下咩蘑菇？別。你講講，你阿媽咁唔記得讀冊？喂。唔。啊，不你講啊。anh cho có anh ẩm là máy hút khuy anh ẩm là máy hút khuy máy hút phạt xe máy phạt xe hả 我搞我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那下禮拜再見，嗰個後尾是你特別嘅，是主律。但是如果你參加完錄音咧，當佢特別注意，邊咧學見誒網頁會看，佢哋講過是支持隻訂嘅。OK， 是你個會使，你我當訂就我度攤對。你有時個會使注意看，是我錄音，是我幫到啲網頁，是到啲 Facebook。我講聽 forum 我 cancel 而家冇用 forum，because 隻股冇人用嘛。所以有時你去邊咧學見.com/forum 嚟講，一直頭 forward 都去你 Facebook 嘅 page 啊，你使去 Facebook 嘅係嘛？แล้ว那是要參我 handle 錄音咩？那是你使對話Twitter 本椒或者椒是 twitter.com/johnong。安尼啦哈，下禮拜嚟再見啦，下禮拜人講幾個數，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